宜兰苏澳这落雨落甲淹水，民众是呼吁讲，这苏澳溪分洪道就要赶紧做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去到现场视察，讲这工程变更物价调整经费增加到75亿外。县政府伫咧今年初上审，行政院等相关部会核定了后，也赶紧来做，而且当场宣布增加21亿，历日起4年100亿改善县市河川工程的计划内面。连续2天的大水雨，予宜兰苏澳溪向涌起来溢大水，造成苏澳镇做大水。当地敢若是登去到民国99年梅期洪台时阵，虽然今年经济部水利署就开始规划苏澳溪分水计划，但过15年进度到底伫倒？天灾啊，也是人祸。人死也要再来修，因为仪表示意啊那里。本地112年行政院核定专业补助54.13亿，但是因为原物料起价这因素，调整经费了后，计划规定对本地113到116年修正做113到118年。那牵涉到用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扩大办理用地的征收。那么到了113年的12月，就整合修正之后，提出了一个75亿的这个预算，比原来多了21亿。这样子的一个差额，目前就是也经过包括县府、包括议和分署、经济部的一个审查。那现在就是我们一直期待，就是说这个案子中央跟地方一起来面对。电案中央拢表态讲会加速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视察的时阵嘛，发话讲预算无问题，现场确定追加21亿外，会纳入明年度总预算内面的4年1000亿改善县市管河川工程计划。根据资料，苏澳溪分洪道会起伫苏澳溪的中游，分洪了的溪水会经过长差不多2.4公里、直径10.2公尺的棚坑，自然排入内边海花。现场这里就是苏澳溪分洪道的新建地点，而这项工程规划预计施作的项目包含蓝河堰、防沙坝、分洪堰等项目，要将溪流分洪引流至内皮海岸的南侧出海。苏澳溪如果不能容纳这么大的水量，它会就溢到苏澳市区去。这件事情呢，是国内大概应该是第2个透过这个分洪，然后到海里面来解决，就好像连山指分洪一样。过去为了解决家人河路造成大台北地区做大水的问题，宜山分水计划差不多6年完工启用。当然，坦白承认，既然这大的雨量若落伫台北嘛是指责袂调，程度会予苏澳溪分水道亲像宜山分水道同款，工程愈期愈急来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